后来继续这个政坛消息，来看这个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亲身去拜托到国安会前秘书长金溥聪来做伊竞选办公室的执行长。有一个入口网站上新的民调，到早起的9点为止，有将近50%入去投票的人认为讲金溥聪对这个侯友宜的竞选团队是有帮助的。也毋过安尼一来，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是要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呢？金溥聪讲，朱立伦是球队的头家，朱立伦讲家己是党主席，是总教练。那侯友宜是讲，大家会同心来面对选战。金溥聪前秘书长来担任我选举竞选办公室的执行长。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进驻侯友宜的团队，担任竞办的执行长，将有实际操盘的权力。曾经讲家己是总教练的党主席朱立伦要扮什么款的角色？前一天金溥聪这话嘛引发到大家猜想。竞选办公室最需要的是一个球队老板，能够强力的提供资源。让我们这个球队能够打好。朱立伦朱主席，我们的朱总教练。记当讲朱立伦人到台中，大家就安尼甲称呼。也过和总教练无共款，都方解释做敢是名变较好听，也过实际上无实权利。朱主席在这一次选战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在党部，尤其在指出方面的沟通跟协调，所以每一个团队每一个人的扮演的角色不会因为他的职称而有所改变。我的角色都很清楚，我就是党主席。那党主席，大家叫我总教练也好，不要叫我老板啦，因为老板是我们所有党员同志了。国立拜替前总统马英九操盘选战的金溥聪，这回甲侯友宜斗3天，会参赖清德总统大选的策略小组的调集人区议员正面来对决。这拄好是两个人，唔那拢做过全国安会的秘书长，另外一个共同点，两个人嘛拢是过去总统大选操盘的军师头。2000年甲2004年，区议员甲陈水扁斗3天。2008年、2012年总统的大选，金溥聪、蒋炳湖和马英九做8年总统。这回金溥聪进驻侯友宜的团队，也府前媒民调就显示有31%认为金溥聪对侯友宜的选情有真大的帮助，17%认为有助益，加起来要挖50%的人认为有帮助。金溥聪心肝就任300会，国民党嘛通过挂问题的条款，规定党员若是替其他党的人徛台，相当会撤销党籍。我们是一个团队，就像在拔河比赛一样，团队每一个分子扮演自己好的角色，大家齐心齐力，同一个方向要赢得胜利。金溥聪将并付了后成立委，嘛亚在党内想要甲侯友宜换掉的声音。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